就是最后考博，到了2个城市了。这一考博啊，把我们俩分开了，到现在我们还天各一方呢。我是啊，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想过考博来着。哎，你也是大学生啊？对啊。哪个大学啊？川东大学。我儿子也是川东大学。对呀，哎，他也是火箭军。夏卓。哦，您2位是夏卓的父母是吗？对呀。你认识啊？他是我同学。啊，太巧了，你瞧瞧。真是。哎，您2位这次过来是？嗨，哎呀，我们啊好久没见着儿子了，也想他了。嘿，这小子啊，给我们写了封信，1个字儿都没有，就寄了一张照片，你瞧瞧。而且还把这个领章啊、臂章啊都给涂掉了。我呢就利用这个最高科技的AI 识图技术，我就查找这个山形，我用大数据分析之后我就大概其确定了一个方位，然后呢我们就顺着这个导航就找过来了。没想到还迷路了，不过还找对了，碰上你了，你瞧瞧，可惜这车坏了。署长，您别说这车坏了，这民用导航在军事区是不好使的。哦，难怪。欧阳，我儿子住的离这还远吗？你告诉我们他住哪儿，我们去看看他。叔阿姨，火箭军的阵地是最高机密，我真的不能说。哎呀，我们知道你们有纪律，可我们也是国家的科技人员啊。对，而且跟咱们火箭军也有着联系呢。你们的纪律我们都知道，什么手机啊、相机啊、录音笔都不让带。要不咱们也不用去部队里面，叫他出来，咱们在外面见一面也行。麻烦你跟你们领导说一下。是啊，而且我们是他的直系亲属，是他的父母。我们不去经营，让他出来，我们见一面也可以啊。我跟你叔叔都是党员，我们用我们的党信做担保。叔叔阿姨，你们也别太着急了，我真的不是故意为难你们。第一呢，这个涉密的信息肯定不能从我这儿流出去。第二，夏卓给您拍的这张照片确实是按照规定把领章和臂章都给抹去了，但是他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把这个营区的环境给拍下来。您看，就是这个山头，您也是按照这个山头找过来的，对吧？你们2位要是现在去找他，肯定会给他惹上大麻烦。见不着儿子，也不能给他惹麻烦呢。对。那个欧阳，那这照片我们是不是也得交工啊？对不起啊，叔叔阿姨，这照片我肯定得交上去。你说这，来一趟，别见不着儿子，还给惹上麻烦。对呀，就你。叔阿姨，看这天也不早了，你们今天早点休息，你们就住在这个宿舍就行了。哎，那你住哪儿啊？我值班，睡这儿就行。这不用那么麻烦。这怎么合适呢？我们可以住车里哦，我们也可以支帐篷。对。不用，天色不早了，就不打扰了。叔叔阿姨晚安。这怎么办啊？那白来一趟。你就庆幸吧，儿子有这么一个有原则的战友，小伙子挺棒的。欧阳，我不多问，我也不多看，就是给你送箱汽水啊。叔叔，这些设备已经处于待机状态了，不涉及到什么泄密的，要不进来说？不打扰吧？不打扰。好，来，你坐。好。哎呦，欧阳，哎呀，
还这么刻苦的学呀？哎，回头啊，我教你几个考试的小窍门儿，这是我强项。叔叔，您还是没跟我说实话，您到底想说什么？真聪明啊你！哎，行，我实话实说啊。我们家夏卓呀，和你是同学，是战友，我就想听你聊聊夏卓到底怎么样。是这样的，他呢从上学啊到部队呀，我们也很少见他，即便见了面也很少问。哎，你不用说他怎么好啊，不用说他的什么优点，我就想知道他在你们同学、你们战友心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欧阳同学，我能进来吗？哎，可以，阿姨。来，妹妹，不打搅吧。你坐。你不要有顾虑，咱们就当闲聊天儿。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见不到他人嘛，听你聊聊，那也叫什么？聊以慰藉。对对对，聊以慰藉。叔叔阿姨，你们的良苦用心呐，我明白。夏卓这个人吧，很优秀，我很羡慕他。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欧阳，怎么样啊？叔叔啊，你抠一下那个红色的按钮。哦，找到了吗？找到了，找到了。就抠一下。好嘞，好了吗 ？OK 了。行，往后退一点，叔叔。好。好了。好了。哎呀，妹妹，哎，车修好了啊！哎，来了。叔叔，这个我也只是随便弄了一下，您还是得到专业的这个维修点去系统的检测一下。还有你们油也不是很多。哦，对了，这是我凭记忆画了一个草图，上面有加油站和维修站的位置。哦，我们在这儿。对。我得往回开是吧？往这个方向。好，知道了。这儿。哎呀，太好了，有这个就太好了。哎，妹妹，赶紧装车，咱们走了啊，出发。哎，你快过来啊！你看这孩子把这饮料又放回来了。哎呦，欧阳，这是给你留的，你什么时候又给搬回来了呀？啊，叔叔阿姨，这个我真的不能收，这犯错误的，这违反纪律的事儿。一箱水有什么犯错误的？就是啊，不过，嗨，我知道他们有纪律。哎，喝一瓶总可以吧？这个不违反纪律啊！来，拿着，这是我跟你阿姨的一点心意啊！谢谢叔叔，谢谢阿姨。欧阳，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哎，我不管你跟夏卓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但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之间增进了解，一切都会过去。我最欣赏你的就是坚持原则，而且还很善良，知道帮助人，还单纯，好孩子。我和你阿姨没有什么能帮你的，但如果你要想继续深造的话，我们俩可是这方面的知名专家，可以给导师写推荐信啊！你年轻有为，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加油啊！谢谢叔叔，谢谢阿姨。我特别想抱你一下，可以吗？就跟我儿子一样。我们为了我们家夏卓有你这么一位有原则的战友和同学，真的感到特别自豪和骄傲。保重。好，那我们走了啊。好，叔叔阿姨保重。哎，再见。照顾好自己啊。再见。
想什么呢？怎么不说话了？我也想，这是谁家的孩子啊，在这孤苦伶仃的，他爸妈不知道有多心疼。是啊，当初夏卓要去当兵，我们不也是反对吗？可是后来，为了完成他自己的心愿，啊，遵从他的内心，我们不也就同意了吗？不过昨天啊，我这么一看，我觉得年轻时候的艰苦和磨难，才是人生当中啊最大的财富。我也觉得，这男人吧，就该当2年兵，吃2年苦。有道理。你说他坦言跟咱们儿子不是好朋友，为什么对咱们那么好啊？他跟咱们儿子不是朋友，说明他保持理性，对咱们好，那是他的涵养。我们吃了部队的补给，这是我们应该支付的。如果不够，请夏卓补上。谢谢你，欧阳小友、夏伟林、李曼文。怎么加不上油了？啊？哟，哎，怎么熄火了？你这车怎么回事啊？哎呀，奇怪了，什么原因？哎呀，好吧，我去看看。还有几分钟，快点，快！动作麻利，把细节做到位，注意动作要领。快！好！别摘，跟我过来一下。是，正常训练。是。爸爸，又咋了？夏卓捅娄子了。根据连长的微表情，凶多吉少。你们俩别说话，下面我对于刚才的训练进行总结。欧阳，走都走不动了。欧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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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哎，叔叔阿姨，你们叔叔阿姨成功的又回来了。车又坏了啊？太酷了！领导，你加了我报微信啊？然后呢？啊？这照片是我发给他的，他怎么发给你了呢？你觉得呢？我觉得，哎，连长，这照片拍的是不是挺帅的？行啊，夏卓，你呢？凭着你这个聪明智商，想不明白，你就站在这给我想，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俩什么时候再谈。连长，我知道了，我不该
把军装的照片发给家人。可是我是按照规矩来的呀。你看这个肩章、领章、臂章、资历章啊，我没有资历章，我都打了马赛克了，不能再打了，再打脸都没了。然后呢？连长，这磨了皮你都能看出来啊？哎，难受吗？难受哈，继续想。没了呀！哎，连长，就我这个颜值啊，根本不需要再调整了。磨皮就是因为那几天长了几颗痘，我就难受吗？继续想。继续想。连长，我能不能把这个摘了？真的不能，你就给我带着。想不明白就当给自己蒸一桑拿，什么时候想明白什么时候给我摘了。连长，我真的想不到了，要不你给我一个提示？给你个提示。嗯，好，我给你点提示。小周周，你是不是参加过世界超脑大赛？怎么又提到这个了呢？你看啊，超脑大赛里面有没有这样一道题？给你拿某个建筑或者某一个风景的一个小角，然后让你在无数张图片当中找出对应角的这个全景，有吗？我怎么把大山给埋进去了？哎，我让你摘下来了吗？你看看啊，你拍了个全景啊，是不是傻？是不是傻？是不是傻？连长，我忘了，我真的忘了，我就光顾着拍照，没想到背景是山。来，你看来，这山，还有这路，还有山的走势图，看见了吗？啊，你爸就是用网上的 AI 智能软件，活生生的把咱们这位置给搜出来了。连长，我爸是不是疯了呀？他搜这个干嘛呢？找你呗。我爸找我。还有你妈呢？啊！我让你摘了吗？连长，我知道错了，我泄密了。你说我爸也是，在野外吧就抓他的昆虫，他玩什么 AI 运算呀？你说，咱们这儿到气象站半个小时，来回呢1个小时。也不要说我们部队不讲人情，毕竟跟你父母见面，我呢多给你5分钟。2件事，第一，把你父母送走；第二啊，把欧阳俊给我接回来。连长，你说我爸妈好不容易来这儿，你就给5分钟？如果这次不是你违纪在先，怎么着？这次也能给你批5天。我这5分钟这时间，过10秒了。修得好吗？哎呀，反正我这手艺是用不上。怎么样？什么原因啊？叔叔，这个可能真的不太好修，应该是传动总成出了问题。总成是总成的问题。哼哼。叔叔啊，打招呼试试。好。哎，着了！欧阳，着了！太棒了，欧阳！叔叔谢了。叔叔，千万别再熄火了。然后一会儿找那个根据我画的那个图纸最近的那个维修站去维修一下。好。然后轻踩油门，不能再熄火了啊！哦，懂了。哎呀，辛苦你了，又麻烦你一次。没事儿。欧阳俊，我是夏卓。收到，我是欧阳俊。连长让我来接你，30分钟以后有老兵来换岗。
收到，但是我没说要回去啊。你要是有疑问的话，可以打电话问连长，10分钟以后我就到了。还有，我爸妈呢？他们在我身边。好。你们有事儿，我们回避一下吧。对呀，你有正事儿，我们在这不方便。哦，不用，没事儿，没事儿。那这样，你赶紧回去忙正事儿啊！你那事儿重要。我们这车不已经着了吗？我们就慢慢啊开到你给我们那个画那地图那个维修站，好吧？对，放心吧，放心吧。孩子你就放心吧，顶多多花点钱，救援队迟早会来的。啊。但是，你赶紧回去办正事儿吧。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是现在夏卓站到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见他。为什么呀？是这样，我们不想把这个窟窿越捅越大，是我们自己找来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孩子，你听我的，你们时间紧，任务重，赶紧回去。但是，我们是想见他，见到他了，满足我们心愿了。可是呢，他犯错误了呀。至少现在，他没犯错误，也没事儿，对吧？你快回去吧，真的，我没事儿，我们见不着也没事，我们可以通电话的。快回去。叔叔阿姨，要不这样吧，你们来都来了，就见夏卓一面。有些事情我可以负责，我也可以解释。这不是几百公里，这是2000多公里，你们就这么回去？真的可以见一面吗？见什么？不能见。那个，之前啊，我们不知道部队的纪律，我们自己找来的是吧？对。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我们还想见他的话，那不就是不懂事儿了吗？对。你赶紧回去吧，好吧？去吧。赶紧回去吧，执行任务。你放心，叔叔阿姨丢不了啊。叔阿姨，对不起，我就先走了，你们保重。好，叔阿姨再见。再见。保重啊，欧阳同学。走吧，妹妹，上车了啊。哎呀，儿子又丢不了，回头不就见着了？行。爸，妈，人呢？他们怕你没记，先走了。走多远？不好说。但是我看见给他们修车的时候，他们有民用电台，发现他们的民用波段大概在347和464之间。你看一下。爸。我是夏卓，你们听得见吗？爸，你们听得见吗？是我，夏卓，你们在哪儿？爸妈，在哪儿？我是夏卓。爸。夏卓，他们在下一个路口，往东的方向的维修站去了，你去看一下吧。走。爸，妈，听见请回答，听见请回答。
爸，妈，你们在哪儿？排长，麻烦停一下车，给我3分钟。也许狂言得到理解，就算如愿。我仰望蓝天，你心扉很远。妈，妈。梦在水汽中连成一条直线。妈，哥，彼此改变。借给你双肩。孩子，看不见。别轻易再见。看不见。每一个时看不见，倔强的瞬间。看不见，看不见，儿子，看不见。不看了，不看了，回头写信、打电话、视频都行啊。儿子，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妈，别哭啊！你跟我爸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孩子，回去吧。我还有1分钟，我就必须得回去了。这是部队的命令。你们先走，我看着你们走。我们不服输的双眼。别哭了，妈。快走吧。锋利的剑，沸腾的血，这一生只一趟的冒险。多感谢能与你并肩。儿子，妈妈想你了，妈妈看见你了，你好吗？会是我们拥抱世界最美的记忆。儿子，你好吗？我仰望蓝天。儿子，你是我们的骄傲。你心扉很远。梦在水汽中连成一条直线。彼此改变。借给你双肩。别轻易再见。每一个湿淋淋倔强的瞬间，全都是我们，都是他选，全都是我们，都是他选。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各个营、各个连对未来1个月即将进行的发射任务要认真对待。这次的发射是军委首长对咱们270旅自移防以后是否能够形成战斗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所以，
咱们必须要从思想认识上重视起来，因为这关系着咱们270旅的荣誉，也是一次战斗力的最好展示。要知道，过往历次的发射任务当中，咱们270旅一共发射了99枚导弹，全部命中。这一次的发射，如果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那将是咱们270旅自建旅以来的百发百中。当然了，咱们都是当兵的人，不要去过分追求这些虚无缥缈的数字。但是成绩是板上钉钉摆在那里的，每个人都能够看见，那是要写进历史的。所以说，这第100枚导弹的发射，对咱们270旅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一次发射。一句话概括，历史已经写好了，就看是谁走进去。机会已经摆在各位的面前了，就看是哪个发射连能够完成这百发百中的任务。报告，我们发射1连请求执行这次发射任务。有人迫不及待想当这个急先锋啊！周连长，你先坐下，我话还没说完呢。报告旅长，请原谅我的鲁莽，我就是要赶在你话没有说完之前，先说说我的请求。我害怕等您把话说完了，这一次的机会又没我们份了。怎么？看来你们1连这是有意见啊？报告旅长，我们旅每次遇到重大任务，执行任务的都是战刃连。我觉得我们1连以及其他的兄弟发射连都具备完成重大任务的能力和资格。也希望首长在这样重大的发射任务机会分配的时候，考虑一下我们普通的连队，不要把什么好机会都给战刃连。报，旅长，我有几句话要讲。你说。李连长，干嘛呀？旅长还没有分配好任务呢，这次发射任务落到谁头上还没说完呢，你就开始针对我们战刃连，几个意思？按你那意思是说，这次发射的任务还是落到我们连呗？挺好啊，旅长，我同意，就按李连长说的，把这次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连，你放心，百发百中，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肯定不给270旅丢脸。李连长，你不要把什么好事都争先恐后的往自己身上抢，行不行？能不能考虑考虑其他的连队，对不对？对啊，考虑考虑我们啊。是啊，也考虑考虑我们。哼，行，我就喜欢看到你们这种争先恐后的样子。这样吧，反正距离发射还有1个月的时间，咱们就用最公平的办法来决定谁来执行这次发射任务，好不好？旅长，我没有问题，不过我就想听一听您这个公平的方法到底是个什么方法？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想好，我得想一想。不过，不管是1连还是战刃连，还有其他连队，都是咱们270旅最优秀的连队，发射机会人人均等。谁准备好了，谁上。写2连画面。是。2连，你的架子。报告营长，2连准备进入备战阵地。谁让你变更路线的？营长，我们之前的频道被人切了，咱俩现在通话是新启用的加密频道。我知道是加密频道，变更路线你怎么不上报？这事关全局的事儿。报告营长，我接到的命令是在指定的时间把导弹打出去，但是在哪打，我有择机处置权。汇报完毕，立正。连长，要不还是回到原路吧？回什么原路啊？啊，听我的，跟各甲说，关闭卫星导航，咱们进入备用阵地。112连的车怎么全部消失了？哦，应该是关闭了应答机和导航系统，开向了备用阵地。胡闹，这是协同作战，不是单挑。看来还没有适应联合作战的模式，摊大毒都惯了。
各小组注意，卫星即将进入盲区，窗口期为90秒，距离卫星进入盲区还有10分钟。1分队进入备用阵地进行袭扰，2分队、3分队去把他们的待机库指挥部给绑了。记住，我要团灭。 接上级命令，立刻执行导弹发射流程，等待发射任务。是，号手就位，号手就位。警报！叛军入侵！叛军入侵！重复！叛军入侵！叛军入侵！重点监控指挥部外围！重点监控指挥部外围！ 咱们的待机库被攻占了，导条中心已确认。先不管那么多了，确保发射，各架迅速展开。可是2连的3个架还处于失联状态。营长，旅长，发射任务即将开始，你们后方失守，前方不会有问题吧？报告旅长，没问题。好，发射任务交由1营2连1架执行。 重复，发射任务交由1营2连1架执行，发射时间为0点10分。营长，营长，是。各架注意，这是一次反常规的操作。各架做好最后的检查，确保装备运转正常，提出待命，随时做好 发射前的准备，准备接收火力支援。是。注意外围的警戒。是。连接车载电路。车站就位，水平检查正常，机电正常。连接导弹电源。 测控设备运转正常，等待开机定位，择机发射。检查导弹发射流程。瞄准设备正常，等待接收火力支援。好。报告连长，1架就位。报告连长，2架就位。报告连长，3架就位。 报告连长，3个架全部起出待命，各项数据正常。接应指称。是。
报告营长，我们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并且成功的绕开了蓝军的嫡系和袭扰。相信我，这个选择不会错的。卫星，还有1分钟后进入盲区，30秒，火力支援传输，足够了。你怎么能确定抽点是你们连？营长，还有40秒。行，完了再跟你算账。与指挥部参数对接，准备传输，火力支援。头，找到了，果然在备用阵地。全部拿下。妥妥的。准备使用超频通话，马上第1轮电磁干扰开始。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